今开始哦，有东北季风影响北部，这方面嘛开始落雨，温度嘛较凉冷。中南部同款拢是早暗温差真大的天气哦。气象署提醒讲，后礼拜一有一波东北季风会较大冷，冷空气嘛落南，北部的低温哦嘛只有14度尔。这几天东北季风减弱，日时和暗时的温差较大，中昼甚至会感觉有淡薄仔热。不过北台湾今日暗时会变天，受东北季风影响。北部和东北部明仔载高温会降到差不多23度，要一直到礼拜才会搁回温。主要凭今天的晚间靠近深夜，一路持续到周六的这段期间是影响比较明显的时候哦。那可以发现降雨其实是非常的限缩。那因为冷空气的影响，主要也是偏北台湾哦。可是因为水汽比较多，所以辐射冷却的现象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，所以在低温表现上很可能没有很明显的下降。气象署表示，后礼拜一马上会有第二个东北季风来，有计影响到拜四透早。后礼拜的东北季风落雨时间较短，敢若拜一雨势会较明显，搁来大冷空气会让温度下降，甚至会比明仔载搁较明显。那这一波的降雨呢，其实很快就过去了，接着就是北方大陆冷的空气下来。那这个冷空气比较偏干哦，当它比较干的情况呢，除了冷空气白天这样的影响以外呢，清晨这种辐射冷却造成的低温也会相当显著。那降温的程度呢，有可能在台北我们目前预报，在这个29号的清晨是有可能台北是达到14度这样子的温度。另外，气象署也提醒，为今日暗时开始，台东甲云林、恒春半岛甲离岛地区可能会出现10级强阵风，沿海地区也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出现3米悬的大影，作业阵要加注意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